今日所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咧《使徒行传》第9章第32节到第43节。好，即是咱同齐来读。彼得现行4分的时，也落去受困，踮伫鲁大的圣徒，伫遐拄着一人名以尼亚，因为犯道半岁，倒伫床8年。彼得甲伊讲：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啦，起来，你的抱仔家己整顿。伊连病起来，见若住伫鲁台，甲沙伦的人看见伊，就归服主。伫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大，翻译就是道家，行好事甲正济满满。当时看病死，人洗伊的身躯，下伫楼顶。鲁大郡约帕学生听见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就讲：请来原遮，毋通延前。彼得就起身甲因去，已经到，带因上楼。正长官人徛伫彼得的身边在吼。将道家甲因得地的时所做的衣服，互伊看。彼得就驾是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越祷之间，神师讲：大比大，起来！伊的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遮个圣徒甲守官人入来，将国外的道家交互因，全约帕拢知，就有侪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甲一个犯罪师傅提门3角大。以上是今日的圣经节。愿上帝祝福伫听耶话、倒照耶话来行的人。下面是牧师讲道的时间。今日是江志豪牧师要来甲咱分享拍破限制。咱请江牧师。咱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日伫遮一方面要甲大家分享今日圣经信息以外。嘛要为着新学院台湾新学院的防疫助力，来大家请安报告，请咱大家共同来为着新学院的事工来关心甲带导。那要请咱的影片的播放同工帮咱放这影片者，请咱大家观赏。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即款的态度是培养、是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教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宗教的一生，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也佫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我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做通来赢。这个时刻就是信仰定根的时刻，也是训练你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程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方式。
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在这受装备了后，互我伫课程顶面，也是伫看题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解读袂缩条。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每天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堂耶稣名是训练愿意温馨，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我用敬虔来培养信仰，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典范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天因行出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化，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互更较侪性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互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即马新学院它有102名的新学生在受装备哦。新学院是栽培上帝工人的一个所在。若无咱地方教会的奉献支持，是无办法来达成即个训练的即个机会。上帝也互学校成立了153年啊。新学院不止训练工人，伊嘛爱负责对新学生的一个照顾，就说建筑物。老嘛需要整修，这整修嘛需要经费，更加需要大家来奉献。所以，请咱做阵来为着新学院的事工甲栽培这个同工做伙来努力。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这个周报内底有一个奉献袋啊，对无？若奉献袋啊，小等你若有信心感动你的，你就请你来为着新学院的奉献，做阵来参与着这项新型的事工，请做伙来祈祷。万管人的上帝，阮的上主，阮感谢你。你的主啊，永远伫地，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阮因为你的恩典，会当伫罪恶中受到你的拯救。
如今伫你的保守内面，阮通伫你的圣殿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这是你对阮的祝福。阮因为听，阮才有通来知影你是怜悯阮的上主。那么上主你的慈爱，阮甲沉沦伫永远黑暗的深渊，无通看见你的阳光。阮因为安尼，要搁一摆大大来感谢你。亲爱上主，即时我们恳求你，互阮专心伫你的圣道内底，听你的道理，嘛要恭敬来敬拜、尊重你的教导。愿上主保守阮的礼拜，互讲的甲听的做伙伫你面前，拢来受到造就。阮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所求。阿免。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嘛是一个掠鱼的。伊虽然无亲像保罗安尼遮尔有的学问。读遮尔多的册，但是彼得伊嘛有出头天的一天啊！伊除了掠鱼以外，伊现在甲保罗同款，嘛是伫犹太人的这个基督教团体内底相当的有分量。彼得来讲，可能伊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啦，掠鱼的人哪有办法来惊神者啦？如果是以前彼得还未受到主耶稣的呼召，彼得现在可能是甲因兄弟、甲一寡工人斗阵伫伊的海边掠鱼、杀鱼、食沙西米啊。当时彼得伫《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作者讲彼得是一个真骨力伫传福音的人啊。作者描写着彼得伫犹太地区沿海两个城市鲁代甲约帕做了真明显的福音的事工。伊嘛行了一寡神迹奇事。其中是一个医好一个叫做今日所读的伊尼亚半岁的查甫人，另外一个是彼得互一个叫做大比代，迄个名叫做多加的女信徒，互伊伫死以后，佫重新活起来啊！并且彼得也行了这段神迹以后，伊佫继续留伫这约帕这所在，伊也成做甲外邦人连结的一个桥梁啊！伫这以后，彼得将哥尼流这罗马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另外，伫路加福音的第5章有这个记载，耶稣用伊家己的权柄医好一个互朋友对厝顶甲安怎？嘿，对。然后呢，耶稣互这个人佫会使佫重新佫行路啊！即互咱知影讲吼，彼得嘛捌做过类似的代志啊。彼得伫《使徒行传》的第3章所记载，神者讲：经文我拢有啊无？哦，你毋通甲讲经文伊拢有呢吼，经文我拢无吼。我独所有的互你是奉着什么人的名？吼，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互你起来行。这嘛，互咱知影讲彼得。也是靠着主耶稣的性命，互人起来行路的。伫路加福音的第7章讲，有一个人扛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甲姑姑生即个囝。主耶稣看见伊，就怜悯伊讲：少年人，你甲我起来。耶稣正做即个寡妇的一个帮衬者。同款的，当彼得医好女信徒多加的时阵，伊将正守寡的人拢留伫厝外。这互彼得也照着伊伫多加来成做即阵基督徒的一个帮衬者。所以彼得甲耶稣所行神迹有小可类似的所在，就是彼得所行的神迹模样是军队的主耶稣的模式。伫主耶稣内面的即个能力，伊转了代志，伊转了即个管理互彼得啦。咱伫今日即个经文所大意义是要连接到较头前的即个部分。使徒行传第8章讲到腓力用着什么人来传道？伊索比亚总管因库即个太监来用着即个外邦人来传福音嘛。后面的第10章佫记载讲，彼得进入伫这外邦人的军官哥尼流所带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世界啊。伫这个经文内底，腓力到了这个外邦人所带的城市。城市内底外邦人有真侪拢咧做生意，拢咧做甲什么人有关的生意，甲一寡军队相关的工作，也是伫遐做买卖啦。
所以对伫传统犹太人来讲，看到住伫这所在犹太人，因拢有一点的不屑啦，因为因认为讲住伫遮的犹太人长久接触了遮外邦人，因就会慢慢失去了伫犹太人顶头爱遵守的传统的礼仪甲行为啊，因就会变做无犹太人的身份，甲无犹太人的一个模样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有啥物款的身份，就应该互家己活伫甲家己的身份会当匹配的所在啊。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因毋是互家己活伫甲家己身份无匹配的所在，因为身份一直是犹太人真重视的代志，就甲伊的性命同款是遮尔重要啊。但是咱咧今日经文的上尾一节，你毋知影佫有注意，佫有印象无？咱看到今日经文上尾一节记载着讲，彼得甲啥物人斗阵大？会使并圣经啊，无要紧。来，彼得甲啥物人？西门伊做啥物职业的？哦，伊住偌久？伊毋是住半工咧。我今暗即摆住饭店是几点进去？几点？啊，几点爱出来？隔天嘛对无？吼，隔天3点对无？毋是一下入去，我就随走，伊是住几啊工。彼得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啊。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伊还阁咧守着犹太人传统的律法。伊毋是讲哦，信了耶稣就甲这犹太教一刀两断，无。伊阁咧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例。想到伊竟然去带一个互犹太人认为是无清气、不洁净的人，因兜甲伊斗阵大。亲像即款做着反陪师傅的这职业，也是互犹太人甲互犹太人认为因甲外邦人共款，拢是安那无清气的啦。即种的职业会互犹太人看做无清气，是因为因需要去摸着啥物物件。毋是忘死啦，死去动物的尸体啦，吼，咱解释好清楚啦，吼，并且照着即个鸟语，保存即个动物的尸体的中间，将动物的皮制作成做日常生活得用的物件啦。亲像吼，你咧挂迄个 LV 的包包啦，你阿玛尼的皮鞋啦，爱马仕的皮带啦。甚至圣经所写的这个皮革，嘛是用着啥物做成的？制作成的？当时啊，吼，你这样看圣经拢是纸对无？当时无纸啊，吼，当时用动物死去的动物的迄个皮所制作成的啦。这问大家啊，安尼有矛盾无啦？有矛盾无啦？写经文的经卷是神圣的，但是有可能是经过互人认为是无清气的人的手所制作出来的啦。但是对伫彼得来讲，伊并无接触到这死去的刀，以及甲即个反皮的师傅，甲伊斗阵大，伊就受到无清气的污染啦。就算互人看做无清气的，有时上帝无一定是安尼认为，因为伫上帝人民下面，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共款受到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啊。一个人所行的行为，也是大家在讲的有清气无清气的规定，拢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一个阻挡，也是拒绝的理由啊。咱若看到彼得伊对所行的新正对象有男性，嘛有女性。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伊特别记载，彼得的这两个新正是要对着正人来讲，福音是无分互专门互查甫人，也是互查某人啦。讲到这，就互牧师想起讲，牧师捌参加过一间教会，因牧师的奉牧，因奉牧的牧师是女性的，因的小会成员有4位是女性的长老，甲1位保障名额的男性长老啊。我的教会进前小会员嘛是4位的女性的长老，甲1位男性的长老啦。因拢共款认真咧服侍上帝，嘛甲我服侍到70岁退任为止啊。这就互我想起着，因拢是共款真认真地服侍上帝，并无因为是男性还是女性，因拢共同在上帝面前认真来侍奉啦。讲到这，就佫互我想起着以前我的母会有一届进行这个中职的改选，
中一届选时阵，有一个年长的会友，伊就徛起来，伫选举进前，伊就来讲话啦。伊就讲，无安尼啦吼，伊是讲，咱的教会应该来尽量选男性来做中职，来领导咱的教会啊。结果一选落去，有将近一半的中职是女性来担任啦。其实上帝是照着伊的意思来运行的，毋是照着人的企图，也是人的做法啦。有时一寡互咱感觉讨厌，也是互你认为是恶心，看因无顺眼的。其实咱无比因较好偌济啦。咱所犯的罪，可能比因更较多，甚至有当时是不相上下啦。但是咱叫看轻因，认为家己较高贵，家己较文雅，其实咱的心比因更较可怕啦。伫上帝的这个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同款，拢是犯罪得罪上帝，亏欠上帝啊。所以伫即比别人的时阵，咱着少多仔地一个小等，先反省咱家己吧。对伫作者来讲，这一切的尊贵甲稳定，拢会临在伫任何人的身上啊。上帝创造的拢是平等的，只要是人类，拢是上帝所疼惜的。就亲像美国人内底有非裔的美国人，对无？以前在美国的历史顶头，非裔的美国人因是啥物？奴隶呢？因阁是次等人呢？坐公车的坐咧倒位？公车上后面啊，因受到白种人对因的轻视啊。因若是想要读册，迄白种人会对因讲安怎？你袂该甲上共一间学校啦。所以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啊，但是后面发生的是啥物代志？出现了 Michael Jackson， 对吧？也是迄个 NBA 篮球明星，甚至是美国的总统啥物人？奥巴马对，拢真互人欣赏因的才华，拢受到大家的追星，甚至加做因的粉丝啊。伫历史上的这错顶面有款式，也是即种压迫者。因上爱的话，就是讲，只要你甲我无共款，我就当对你有差别来对待你啊。敢讲只要是有差别，就应该受到无好的对待吗？你无共款时阵，敢毋是就应该用着平等来对话吗？2000年前，耶稣甲受压迫人斗阵，伊真爱去甲互祭司、经学教师看作讨厌无亲的人，甲因斗阵。做朋友，耶稣打破了这个歧视啊，并且主张任何族群都会当来亲近上帝。其实任何人、任何族群都有上帝创造的奥秘，绝对不是咱成为唔捌搁较解剖的人类会当完全的参透啦。伫上帝面前，搁较该谦卑，唔通凊彩就将别人来分类啊。咱无这个权利。嘛，毋是咱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啊！咱应该学习着亲像主耶稣安尼共款，疼世间所有的众人，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咱会当将伊对世间众人的慈爱怜悯限制伫咱家己的自私的一个决定内底呢？对历史图行传的记载来看，彼得原本是偏向着家己犹太人族群内底伫传主耶稣伊的福音啦。毋过伫遮，互咱看见着彼得已经接受了一个死去的刀家，以及甲即个师傅反背师傅西门甲伊生较大。对彼得来讲，伊原本是活伫身为犹太人的传统内底，但是伊因为耶稣的缘故，伊愿意互耶稣来改变伊家己，突破掉伊家己啊。有一个作家叫做张文亮，伊是一个台大的教授。伊捌写过一篇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到有一群的基督徒的大学生，去到特种行业酒店去遇到一寡的女性，想要对因来传福音嘛。相信对咱基督徒来讲，可能咱连想嘛袂捌想过要遇到即种的对象来因来传福音嘛。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咱假是遇到一般的人来讲福音，咱就已经真安怎容易还是困难？容易哇！感谢主啊！
咱真难讲会当遇到伫即种工作环境的朋友，贵因讲耶稣啦，可能是不容易啦。对着别人来问咱的信仰的时阵，你拢会讲啥物？去问长老，然后呢，你会讲你去找牧师啊？作者张文亮伊继续讲，有一个来开门一个小姐，看到这阵大生，就问伊讲：你要创啥物？这大生就讲：阮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啦，阮是基督徒，所以阮要来到这个所在来向恁来传福音。伫这实的这个人来讲，传福音对因来讲是一句真陌生的一句话。对因来讲，因无办了解到讲传福音是要创啥。这个学生就继续讲，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伊会当赦免咱的罪，赐予咱新的性命啦。当伊话就还袂讲煞的时阵，就一个妈妈送，就讲阮就伫遮10几年啊啦。咱要来阮来传啥物福音吗？恁敢知这啥物所在？恁知这啥物所在无？知哦。这啥物所在？这阵学生的中间，这带头的学生回答讲：这是一个，要讲酒店嘛，又唔敢讲出嘴啊。伊就讲：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一个所在。对于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伊一时嘛唔知要用啥物较要文雅的话来形容这个所在啊。反倒当时这阵查某人，就自己就真轻轻松松讲出这是酒店啦。阮遮全部拢是做酒店的啊，阮拢是这种特种行业啊。但是对于这阵基督徒的学生来讲，因即时唯一会当讲的是讲，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一个所在啊。因为大家拢非常紧张，因为即时因唔知影要搁继续来讲到啥物款的话较好，结果就有人对厝内。话讲出来哦，有足多人囡仔来啊，咱家哦，哇，好说小鲜肉来到这里，我们来听看看他们要讲什么福音啊。无偌久，就几下查某人对厝里的房间出来，每一个拢是浓妆艳抹，大家拢妖娇美丽，安尼就慢慢安尼行来行来到这个客厅的中间。大家坐咧客厅的沙发顶头，用着看好的心情，要来看这阵的学生。因到底会当变出啥物版？渐渐的，窗仔边，毋知啥时就客满了真侪，连隔壁嘛想要来看热闹的人啊！真侪头壳理着小平头，身躯拢安那？有无？因不止我伫窗仔边，因搁挡伫这门口口，唔爱互即阵大学生来离开这所在。因要来看学生是要创啥？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讲，伊现在嘛无办法专心来离开这个所在啊。对这个带头学生来讲，伊即摆才发现到因亲像一个囡仔，驶一台拖拉库驶入去菜市仔内底。你有去菜市仔买菜过无？还是拢去全联？菜市仔买菜。你有想过菜市仔内底若有一台拖拉库驶入去，你会安怎？根本就无办法离开啦！我到底是要拍目裤来离开，还是要转弯正弯来走？根本就无办法啦！要行去倒位，拢无办法来脱身啦！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看到安尼描述以后，咱会认为这群大学生，因是食饱伤营养，还是他们太理想化了？因是搞不清楚世间的邪恶，还是应该是要去到迄个所在，互人来甲祈求尔。哎呦喂啊！基督徒去迄个所在是要创啥物啦？是要传啥物福音啦？一群戆戆的囡仔，基督徒走入去羊群人群的内底啦。就一般的人的眼光来看，认为讲无互即阵学生来一寡的经验嘛好啦。后一摆就袂家己凊彩走入去即种的所在，互陷入伫这困境的内底。恁有认为安尼无？恁会认为安尼嘛真正是有道理呢？
就伫即阵囡仔毋知影佫过来要安怎的时阵，作者张文亮讲，主耶稣伸出伊的手来掌管了这一切。耶稣无互即阵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学生，互歹的势力来为难着耶稣他自己的孩子们。这是信心互大大来帮助这学生，互因有勇气将福音单张分互在座每一个人，一张一张的分互因。这大学生阁继续讲，希望恁会当找时间来去教会，来去参加礼拜，来听上帝的话，明白主耶稣的福音。因想讲福音单张咱本的就准线嘛吼，咱就会使来离开。结果有一个年岁较大的，一个妈妈送就讲，少年诶，恁着来到遮对无？嘛有无机会去教会啊？恁来对阮讲福音啦，听看觅，你讲福音是要讲啥物？即阵学生一时之间嘛真意外，其他学生完全无想到讲人会提出即种的要求啦。我想讲，这福音单张本咱就会使安怎？咱就使来走啊，敢毋是？结果讲竟然叫伊要求爱讲福音啦。迄阵信心大大帮助伊，就一段爱经文出现伫伊脑海。伫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8节讲，因为恁对恩典来得到救，是对信，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当因咧讲这个经文的时阵，就有人话讲，你来用台语讲咧，因为因甲听有台语尔。当场嘛有人话讲，少年人毋通讲遐紧，就豆豆仔讲，互阮听较清楚。毋知影即个囡仔哪来的胆子，竟然对边仔保镖讲：“你去摕笔甲纸来，我直接来甲讲福音，讲互恁较清楚的。”伊就甲笔甲纸来，伫桌顶来画一个十字架，讲十字架对大家有啥物款的意义。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对人类的意思，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对即群人来讲，互因更加明白。想要到大家拢非常认真啊！大家都围围伫这桌仔边，大家拢伫注意咧听。结束以后，即群大学生竟然有人话讲：“我们一起来做节制祷告，好不好？”有啦，他们有举手啊。因以为无人会来对因祈祷，结果就有人对因开始开嘴来祈祷。有个人的目屎就流落来，因为真久以来，无人咧关心因。后来学生要离开这个所在时阵，在场的所有人拢甲路让出来，互因会当来出去，互学生会当另外到另外一间的酒店，一间一间按照每一间来传福音，每一间的反应拢无共款。有个讲，你会当唱主日学的歌无？耶稣听我。对，安就好，安就好吼。因有个人细汉时阵捌伫教会伫主日学，有个真认真地问学生讲：福音是啥物？为什么耶稣需要钉十字架？为什么我需要受到拯救？有个是真安静的坐伫边啊，将学生学伊的这福音单张真细腻甲记好势，下伫伊的口袋内底。伊要甲这福音单张分互伊朋友来看，伊讲内底故事、内底信息对伊真有帮助。兄弟姊妹，对于这个基督徒的大学生来讲，基本上因甲这个特种行业伫酒店上班的人是活伫无共款的一个平行的世界。但是对伫信仰的层面来看，就亲像初代教会的信徒安尼。总是爱面对着主耶稣所面对的对象啊！咱看到主耶稣在传福音予众人的时阵，伊的对象真侪是予传统犹太人无愿意接触的人。耶稣所接触的真侪拢是予认为无清气的人。对你主耶稣，伊接触有啥物人？大麻风的病人，伴随的
青梅互贵妇室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等等，这拢一再显明，想要军队着主耶稣的人是无办法活伫一直保持着自身清气的这个世界啊。但是想要军队着主耶稣，安尼咱就无办法甲这个世界无关系啊。更较无办法用着独善其身的心态伫看这个世界，伫看身边的人啦。因为耶稣选择进入这个世界悲惨，毋是逃离开这个世界的困苦啦。基督教对初代教会时代一直到咱即马这个时代，咱的现代，无应该是一个将富贵、名声好也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啦。基督教应该是传主耶稣，伊一直是甲弱势的人、受伤害的人、受委屈、遭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甲因做伙的主啊。敢是咧传讲基督教信仰的人，有时并无将耶稣上真实的迄面，清清楚楚、血淋淋的讲甲互咱会惊。大家拢讲好诶，拢无愿意讲到军队着主耶稣会拄到啥物款艰难的事啦。咱应该真实来面对着圣经内底对主耶稣伊的记载。迄位对较艰苦的人做伙主，咱真少甲伊讲甲真清楚。主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伊的世界，来看卖伫咱身边的世界，咱身边的即个环境。咱的主耶稣嘛，希望咱会当军队伊进入伫咱家己的一个世界，去感受到、去感觉家己身边的环境，去了解迄互世界受苦的人。因为耶稣还伫咧世界时阵，伊就做上好的示范啦。伊甲啥物人斗阵？伊甲罪人啦。伊甲啥物人斗阵？伊甲善车的人斗阵。伊甲心内破病的人嘛做伙。咱需要真实的去接触，无去活伫咱家己的一个世界内。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孔，拍开咱的心，去感受到咱身边所发生的这代志啊！你毋是疯狂的自拍啦，无咧发现动啦，无不停的在那边滑抖音啦，所笑15秒钟就过一个，15秒钟就过一个，一直咧看抖音啦。无你就咧册顶头啊，不断咧建立这串文，想要来蹭这流量来满足家己啊！啊，毋是咧 IG 啊、FB 顶头一直写一寡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书啊，拢无头无尾，嘛毋知咧讲啥物的。其实你的心内是眼巴巴的，希望别人甲你安怎，甲你起一个赞啦，讲你有爱心啦，哦，你很棒。啊，是咱刚想要专情伫虚幻的电动还是手游内底？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其实敢有真多的机会伫等待咱去传主耶稣的福音嘛。这世界不是美好，这世界从来不是公义的。这世界环境处处受到迫害，这世界已经离开上帝当初创造的美好，有淡薄仔远。这嘛是主耶稣希望咱爱用心来看的一个世界啊。兄弟姊妹，对彼得来讲，伊犹太人的身份，伫犹太人世界是受到看重的。但是对伫主耶稣所讲的上帝国度来看，即款犹太人的价值，就远远的无达伫欣赏啦。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主耶稣所教导安尼，去接近已经死去的道家，互人看做无生气的反皮师傅，西门甲伊斗阵大。即阵大学生愿意去到甲家己是完全无共款生活背景、价值观的人的内面，用着因来传即个福音。因伫心惊惊的这过程中间，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做着即款咱可能一世人拢毋敢去做的事啊。这一切对伫咱这基督徒来讲，通带互咱啥物款的一个反思啊？张文亮教授讲，福音是这世间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的管道啦。福音是世间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的管道。所以，如同葡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
任何传福音的人要将自己的信心牢牢的跟主耶稣来联合了。如果若无咱哩遮尔深，无摇动的连结，听的人就会孤单，听的人嘛无办法得到生命的光啊！咱毋通以为咱明白圣经就会当传福音的。有按基督内面所领受的怜悯甲慈爱，伫咱的心中，确实拍开咱家己限制的一个锁匙啊！毋知咱对伫每一个人家己的限制是啥物，咱有知影有清楚无？主要说拍破伊家己上帝的身份，甲彼得破除犹太人的身份，来甲互人认为是无清洁的人甲因做伙。主要说甲彼得会安尼做，是因为伫听的内底，因愿意拍破自我的限制，伫听的中间限制较有通受到超越，受到讲喙啊！因为即位伫咱的身边有看见需要咱帮衬的人无？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互咱看做卑微不堪犯罪的人无？如果咱搁伫用着家己的自我限制，咱讲伫看因，咱会当讲主要所甲彼得因所做所行，伫咱的自我限制内底，咱也无受到讲喙啊。主要所甲彼得做了遮个事，咱也伫咧做咱家己活伫咱家己的限制甲范围内底。敢讲咱对伫主要所的道理，拢认为迄是伫对边仔迄个人讲的，迄拢是对迄个啥物人讲，伊上爱来听即句话啦。其实这话是咧对咱讲的。愿咱的主要所来帮助咱。透过今日这个经文，彼得对家己即种拍破自我限制的经历，乃受到鼓励。当咱若无主的仁爱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就无办法伫限制中间入去甲受人轻视、互人欺负、受人苦楚、受人用阶级意识来对待人，进入伫因的中央啦。更较无可能甲因做伙来去扶持着因，无办法来甲主耶稣做伙来对抗受到主耶稣一直打击的这个邪恶。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的心伫咱的心中，因为当咱拍破限制，遵行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阵，咱就通将伊的荣光搁一摆显现伫众人的面前。请大家来祈祷。若是阮愿意拍开自我的限制，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儿乐。必定愿意伫主耶稣的教导下面，行出对上主你的呼召。愿上主互阮决意的心，看起伫即个世间需要阮帮衬的人的呼求。互阮毋是心刚硬的人，互阮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来拍破阮的限制，通进入伫主耶稣基督宽阔仁爱的世界。更加来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我嘛要恳求上主，互阮伫即个台湾圣学院的奉献主日，遮尔有意义的日子内底，拍破阮对家己的限制，愿意对阮主内的圣学院伫圣神的同工下面，阮无互感动来消失，互阮有份付出气力，努力来持守对因的关心的机会。我用着阮做会教方式，用大道以及奉献，共同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福音。愿上帝帮助阮。阮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